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46篇10至11節，你們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。你們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。世界雖然顛覆無常，但神卻吩咐我哋不要忙亂，喺佢裡面係有安穩。你們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學習放手，專心信靠神，順服佢嘅主權，按照佢嘅時間同埋方式行事。神係我哋嘅避難所，佢係全知全能。仰望神嘅恩典、憐憫、智慧，喺佢嘅同在當中，更多經歷佢嘅大能、信實同埋平安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